各位朋友，歡迎返嚟黃金週報。今個星期三個數字你要記住，-23000。美國非農就業唔係加得少，係倒跌成23000個職位。9對3，聯儲局10年嚟最大內控，仲有8.2%。金價一個星期由4013升到4342。1月以嚟最勁嘅一週，最得意係呢啲全部發生喺中東停火嘅一週。停火，金價反而爆升。今集逐個謎底解開。先俾個定調你，今週金價大升，唔係避險，係加息預期崩塌。3個引擎，第一，油價一個星期跌成1成幾，由85美元跌落74。第二，9月加息機率由63%跌到得返44%。第三，非農倒跌23000份工，油價冧，通脹預期冷卻，加息夢碎，美元同實質利率一齊鬆綁，黃金就還墳。立場方面，短線偏多，但係要回調先買；中線、長線都係偏多，信心度中高。記住係回調買，唔係追。行一次呢5日。上週五收4013，跌穿晒所有均線，人人睇淡。點知星期日夜晚，特朗普宣布暫停對伊朗打擊，油價即刻瀉5%。星期一金價唔跌反穩，收4043。星期二特朗普放狠話俾伊朗斬首之前嘅最後機會，金價收4078。星期三係全週戲肉，財長貝辛特話何莫茲協議隨時達成，油價直插74美元，金價單日爆升3.84%，收4234。星期四早段衝上4337周高位，點知伊朗官媒放風話協議條款唔俾美國、以色列嘅船通行，油價反彈，金價跌返4240。星期五非農一出，單日再升2.4%。收4342，仲見過4356，5連陽，一週升328美元，8.2%。上週個雙底4013，原來係個超大型牛市陷阱。背景係聯儲局史詩級分裂，7月29號議息，新主席和許治下第2次會議，9對3，維持利率3厘半至3厘75。重點係嗰3票：克利夫蘭嘅哈馬克、明尼阿波利斯嘅卡什卡利、達拉斯嘅羅根，3個人齊齊主張即刻加息。3個委員同方向倒戈，上次已經係2016年，成10年前。所以夏天市場一度介入81%機率加息，金價先咁殘。但係機率點崩塌？議息後63%，8月6號55%，非農一出得返44%，粉非農有幾差？就業倒跌23000，政府職位斬53000，失業率4.1%，但係因為啲人放棄棄工先跌。時薪按年只加3.2%，5年嚟最低。利率預期先係黃金嘅真主人。全簡報最重要一頁，點解油跌金會升？成個夏天壓住金價嘅唔係戰爭本身，係佢嘅副作用。你跟住條鏈行，伊朗封鎖荷木茲，全球1/4海運石油行呢條水道，油價飆，通脹預期升，聯儲被逼擺加息姿態，美元同實質利率齊升，呢個先係黃金死敵。而家停火，成條鏈倒轉行，油價85跌到74，通脹預期冷卻，加息壓住退潮。美元指數跌到99.4，2個月低位。10年期實質利率2.39厘見頂回落，黃金即刻還款。仲有個即日對照實驗，星期四協議條款一辣，油價反彈，金價即刻由4303跌返4240，同一條鏈行返轉頭。所以話和平先係今週黃金最大嘅利好。用時間線睇反場戰爭，2月28號開戰，美伊空襲仲擊斃咗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。3月18號，南帕爾斯氣田被襲，伊朗1成2天然氣產能受損，跟住伊朗封鎖荷莫茲。今個星期8月2號，特朗普暫停打擊，油價瀉5%。8月4號，佢話俾伊朗最後機會。8月5號，德黑蘭同阿曼傾掂航道坐標，財長話協議最快即日達成。8月6號，伊朗官媒披露條款，美國以色列關聯船隻照樣禁行，油價反彈。8月7號停火維持，未有最終簽署。上面解讀好簡單，協議越全面，油價越冧，反而越利好黃金。協議爆煲。
避險買盤返嚟都係利好。真正利淡係油價烏蛋加無戰事呢個組合。邊個喺度長期接貨？央行。人民銀行7月再增持約20噸黃金，儲備由7544萬安士升到7608萬安士，連續21個月增持，仲要係明顯加速，係呢輪增持潮以嚟力度最大嘅月份之一。成個第二季，全球央行合共買咗289噸。仲有一單新聞好多人忽略，今個星期日本同美國做咗2011年以嚟第一次聯合干預匯市，背後係想阻止日本沽美債嚟救日元。個儲備體系要靠干預先撐得住，呢個先係央行年年吸金嘅深層理由。第二路資金 ETF， 全球最大黃金 ETF SPDR 金礦信託7月中持倉一度跌穿1000噸大關，得999.02噸，嗰陣係資金撤退嘅標誌。今個星期完全反轉，8月5號單日增持4.851噸，8月6號再加0.571噸，去到1014.719噸，連續3日流入1000噸關口，失而復得。世界黃金協會嘅數據補埋一刀，全球黃金 ETF 7月淨流入30億美元，4月以嚟最大，終止咗2個月流出。全球持倉4068噸，距離2月嘅紀錄4176噸，仲差108噸，即係仲有貨可以追。亞洲資金係今年最大貢獻區。第三路係投機盤，呢路係雙刃劍。CFTC 持倉數據顯示，投機淨多倉最新去到197600張，而管理基金淨多倉7月尾先得119000幾張，即係1個星期左右，由低位急速回補。好嘅一面，之前倉位殺得乾淨，呢輪升浪係淺倉追入，仲有加倉空間。壞嘅一面，追得太急就變擁擠。如果下星期3 CPI 偏強，槓桿盤獲利回吐會將跌幅放大。記住，淺倉係火箭燃料，擁擠係計時炸彈。作戰地圖：金價5連陽，收復晒20日、50日、200日均線，即係4025、4057同4159呢3條線。上週嘅淡倉結構完全反轉，上方第一關4356，週五高位；第二關4380， 6月頂位區。破咗量度目標，睇4540，下方4300係突破回踩位，4240係本週平台，再落4146至4159係均線帶，深度防守4000，警號一個4小時 RSI 已經超買，動能好強，但係透支，所以打法係等回調，唔係追高。3個劇本配機率，基準劇本45%，何莫之半開半閉，油價70幾美元，聯署按兵，金價4100至4600萬牛，年底睇4700至4900， 2027年睇5400。牛市劇本30%，協議爆煲或者聯署轉減息，突破4380，直上4540，年底5000以上， 2027年睇5600至6000。熊市劇本25%，何莫之全面重開加9月增加息，匯市4000甚至3950，失效位周線收穿4000，多頭故事作廢。大行嗰邊最有戲係摩根大通，7月初將目標由6000一刀斬到4500，斬咗1/4。但係睇返成條街，大摩4400，美銀、德銀4800，高盛4900，西泰5000，瑞銀5200。現價4342，仲喺主流目標區下方。部署時間，短線交易者唔好追，等回調4240至4300分注買入，止損4195，目標4356同4380。日線企穩4380，上面先轉突破打法，睇4540，倉位減半。今週波幅330點，黃金波幅指數企喺23樓上，唔係細波動環境。星期3 CPI 之前，倉位收細一半，或者買定認沽保險。中長線投資者核心倉照坐，4000至4100係戰略增持區，紀律位係周線，收穿4000先減磅。
央行21年增 ETF 重新流入，美債脆弱，呢3個結構性理由唔會因為一份 CPI 改變。總結3句：機制，油價帶動利率預期，利率預期帶動金價，呢條鏈下晝繼續係主軸。資金，GLD 千噸失而復得，銀行21年增3路回師，位置4240買4380追4000防，3個數走天涯。下晝睇實，8月12號 CPI 係期末考，何莫茲協議條款，仲有9月16號議息，嗰44%加息機率。最後提醒，以上全部係市場資訊整理同技術分析，唔係投資建議，買賣自己負責。鍾意呢類分析，訂閱 like，開埋小鈴鐺，下星期見。